哎呀，各位聽眾，我在歡迎咱都真嚟收聽，真係蘑菇在長長，歡迎咱都嚟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即個禮拜我就特別我個破邊個福建嘅記錄，就是講我人即特別嘉賓人看到即少年特別嘉賓，今年前嗱可能家人家己問看幾歲 ，OK 啊？แล้ว即係咧特別嘉賓到底 Google Meet 下邊嘅特別嘉賓咧，是咱嘅老姐校長可能，就是有校長個帶到即係咱特別嘉賓破紀錄嘅嘉賓，特別嘉賓起來，個有安迪阿涵，歡迎阿涵。突然啊，做咩事愛阿玲歡對話 ？Why？誒，阿卓阿龍，你冇講啊？即係另外隻安哥，你冇叫佢化名？no， 伊無好化名講啊，即另外一條安哥咧，伊是真特別嘅一個朋友嚟，以前有心推廣福建話，然後伊有主辦過3屆福建話演講比賽，咋？只有安哥真係出，然後真有名聲嘅一個人誒，代表唔知伊化名咯，陸化名啊。伊演手啊，伊做演家里咯，伊做自己家里咯。伊冇伊頭邊嘢嚟，頭邊嘢。然後買茶輪咧，伊個派勢，應該伊見咩暗，伊是刀卡手。伊是咁樣暗擺，伊咁樣暗擺。哦，那個有人當我看去 Clubhouse 看，唔是。看到去 Clubhouse 個有下邊有人哦，下邊有人，嗰粒是人自己傾嘅，安怎冇人啊 Clubhouse 冇起來嗰粒大頂嗬。嗰粒南西嗰粒冇電。哦，去食。南西啲 staycation 食嗬。哦 ，staycation 食嗬。嗱來啊，煙炸哩來啊。拜謝。啊，唔要緊，你有畫面哦，你學一個畫面家己啦。好姐姐，我冇叫你冇叫你畫面，好姐姐。你成班，唔叫我學，你上一個，你上一個啊，上一個了個拍回，食絲瓜，我睇你食絲瓜，你是食絲瓜，我睇到，你是食絲瓜啊，你拍回，你拍回啊，你有拍回，唔使拍回就邊度？唔緊，咱去咱個特別嘉賓，最重要嘅即係禮拜要去看到嘅，就是咱嘅執。咪講可以自己講。歡迎特別嘉賓，你請問名係咩特別嘉賓？我名叫王永凱。哦，你免甲人講你隻名。哦，係王你啊？你王嘅對。哇，會甲我想啊，咱我是你嘅正大。唔是你正大啦，你是伊嘅直伯兄，冇你是伊直講。直伯講啦。安怎你特別你化名你姓王嘅？我叫恩豆吧。恩豆吧，好，真正搞，可能恩豆咯，就是了恩豆吧，請問你今年幾歲？恩豆吧今年12歲。哦，死知啊！所以破紀錄咧，就是破邊年福建嘅紀錄，第一少年就特別嘅變起來，就是12歲嘅恩豆吧。咱18年以來是第4和13歲咯。哦，就是咩裝下？阿摩丹咯。哦，阿摩丹 ，OK， 對。今日是頭一擺過比13個歲咯。哦，哇！歡迎啦，拍手嘅。真係冇哈，咁時啊耶！耶！แล้วก็ไม่มีความรู้ไม่講小清楚講รู้ตัดจิ๋วนะฮะรู้ YouTube 會開哦。YouTube 會開，特別我未見係 link，等陣。冇啊，我係冇啊。是咯。人講你 YouTube 冇開喎，係咪數啊 ？YouTube I thought connect 啊，特別冇啊 ，why I stream？哦，喂，記唔掉，等陣喂記唔掉，喂，哎呦，死都咪頭殺起啊！等陣，即是做咩啫？你成半檔站，你個接咯，冇法度咯。別，我個 introduction 我特別看到伊，特別咪叫我落 in， 你自己 edit 咯。伊 live 等陣我俾換伊記嘅，等陣啊，讓等我者龍你計講我者啦，我換這裡者。我唔係都謝你平常時啲出入邊講咩話即係印度吧。
我哋出來啊，是講福建話咯。哇，伊有影伊福建話真準嗰種，真清楚嗰種。真伊唔止自然，伊唔是真正有力嘅嗰種。你講我哋就講福建話咯，伊唔是有啲人啊，你就講福建話咯，係呢種嘅唔好食。你講你上邊啊？你上邊？阿媽講福建話咯。哦，咩有人講步，特別我有當時，因冇咩，因唔敢講嘅，伊是真有真假，就是講伊自然。我可能佢伊佢唔是喺你話本身嘅問題啦，是因為伊規日期待講話嘅時候。參加比賽啦，你參加比賽講咩話？大多數咧是講華語嘅啫。哇！แล้ว英文呢？我聽安迪最講你英文，無夠力個。我係英文咧，怪進步個咯。怪進步咯！我你話伊講話，介紹俾掙你頭毛咯，怪進步個咯。馬來文呢？你馬來文 OK 哦，你問你把什麼嚟？所以是有 standard 咯。哇，有標準，有明白。Boleh tahan ke? Boleh tahan jugalah. Boleh tahan juga lah, boleh pakai bahasa Melayu. Sikit-sikit. Lama-lama jadi bukit. Lama-lama jadi bukit. Bukit bendera lah, Penang lang. Bukit. 就我Bukit Bendera你是愛淡嗰邊，特別你厝無大話嗰邊，你免講地址嚇，免講地址嘅，厝大話都一那個我還沒哭，你會出來，是啲花蓮。花蓮本啊，不是花蓮本啊，OK，我愛淡咪咯，我愛淡，你第一暑假食咩物件？第一暑假食，你就對個愛淡就是去外國旅行啦，去食烘。對嚟啦，只落飛機啦，對個愛淡咧，第一想要食咩物件？冇對錯過。叉粿條。啊，有咩？愛淡有多一單叉粿條是出名好食嘅。我唔知哦，特別好，我只想到我對檳城啊，我就是想到檳城愛食福建麵叉粿條。正常。你以後食螺啊？螺啊，未曉哦，所以你食叉粿條福建麵，你會叫買人哋螺啊？福建麵你知我安怎叫？我甲安迪講，安迪福建麵一碗買飯少，有囡仔食誒。有，之前哇，叉粿條嚟，叉粿條哪叫？伊福建麵是 Happy Meal 嚟講，叉粿條哪叫？安哥一般叉粿條。買飯少，然後愛加豆嘅，坐啲188。哇！伊個加豆嘅，加豆嘅好，因為有一人食叉粿條無愛食豆嘅，人驚你入咩豆嘅起來買食嘅。我知我順嘅啦，咪成日看，咪成日日拍到啲你盤入邊啊！都拍你盤入邊啊！特別我講你講安哥就是個只愛淡咩物件？安哥是講述個只阿爸嘅，我是講述個只阿爸嘅咗啊！然後我到啲韓國嘛，韓國咧是無時間。食阿爸嘅就，用食少食阿爸有，特別真啊少，因為韓國人無咩關係去食阿爸嘅，真少嘅，所以我真愛食阿爸，所以我對於愛淡啦，我就去食愛淡有一單較出名嘅鴨飯，你有食過哦？有，特別吼，伊嘅鴨飯啊，因為我本是暑假食阿爸嘅，特別吼，你鴨飯就較少，你愛肉啦，所以吼，我通常時。我叫我媽去買鴨飯嘅時，我就會講：咪啊，教我買下咧無鴨爸嘅鴨飯。你是去酸迄一單安哥啦，你嫌伊鴨爸比較少啦。因為吼，若是啦，你看鴨飯倒位均有，若是我教我媽講：咪啊，我愛食鴨飯，因為我唔知到單，鴨飯我安怎講咧？我講。我愛下咧無阿爸嘅鴨飯，你知是多一單了，就再多咗一單了。伊是鹹濕了，好你無幾日地呢？可能好。特別迄一單我真正好食嘅，我真正愛食嘅一單，有淡薄你炸蒜頭，我放起伊真好食。但古早我大啲邊個點講咧？伊是半暝開檔，10點幾啊開到唔知暝尾3-4點嘅咯，當今無了。EMCO 幾後，伊當伊是下晡開檔了，佢個暗暝8點半就收檔啦。我就係食一單咯，因為我冇咩機會啊，所以我等於若是去愛淡，我就想辦法去食一單嘅鴨飯嘅。
大把妹妹你會記啦，會記得你細漢嘅時候，你是唔是一路來出來啦？冇甲你講福建話嘅，細漢個大漢。其實啦，我哋細漢嘅時候，我未曉講福建話嘅。特別我是阿媽教嘅囡仔嘛。我阿媽教我講福建話。然後我媽教我阿媽啦，若是有淡薄啊咧代志啊，伊咪互我知嘅嗬，伊人就講福建話。我未曉嘛。對，我就唔知伊人啲講下咪。講你睇話咯就係，又唔知。แล้วลูกยังไงโอ้เก่า阿媽就教我講福建話。แล้วลูกอินอาม่า用福建話อินอาม่า冇啦。我聽講。囡仔袂使因話嘅。冇要效。特別有效，對，見效對。แล้วอันนั้น都有聽起啦นะ你袂好聽事，所以你都樣樣學。我學，然後過後我是看啊咧福建台嘅嘛。是啊，歡喜台。啊咧歡喜台啊，啥物天道啊，最近出嘅迄出戲啊，哇，夠活長呢。伊戲嗰隻長嘅，因戲嗰隻拖病戲嘅，我人叫做拖病戲，就應該隻長嘅。有誒啊，2000幾集啊，咩牙齒人生啊嚇，你嗰時對。你曉看，你有興趣看呢戲？我唔知哦，因為古早我就是教我阿媽看嘅嘛，然後伊人講嘅福建話啦，是另外一種嘅福建話，是台灣嘅福建話。我人學嘅是檳城嘅福建話。就甲伊邊講嘅本數，我人講嘅嗬，就是在經。唔知在經個古另外一個講法咧，都想到在經，我係記在經，我過嚟記得嚟。本地人講嘅唔是在經，我有講在經，有。馬來西亞古另外一個檳城特別檳城近檳城甲講呢。對。在經是較水嘅咋，較無安尼水嘅咧嚇，啲人嘅厝外口嗰種嘅，我無講在經嘅。冇講嘅砧板啦，我叫砧板，就是超砧板嚇。我真正歡喜，我看到有新的一代呢少年家12歲少年家，我講緊呢隻福建話，你講我只自然。有當時我冇捌看過迄個比賽，確定人係講啦嗬，一個演導吧比賽，演講講用福建話演講嘅，有咧是你看得出伊是成個爸母叫人去參加，特別你在平常時冇咪講嘅。伊成背出來，你在咱定下細漢什麼是演講，咪是笑，是咪是講嗰啲華語演講，各位來賓，咁咪滴篤篤篤安尼嗬，你咪是已經背出來，特別嗬，你有咧就聽出來，你再講是分少講啦，但你成個演講講會通，無定就講你拍殼講會通嘅喎，你當然解咧，按啲嘅啦，當然啲講哇，你講得真係順啊，你講我真順，我真順個聽伊講話，伊講嘅伊音真清楚嘅了。伊個唔是講，and then 你就講連拗咗咋？連拗我都冇講啊！我講連拗呢，連拗。After that 啊，你諗較大漢人講 after that 啊，and then 啊 ，but then 嗬，伊是講連拗。攞佢哋 clubhouse 講咩嘢？伊媽好假事啫，伊媽嫁出嚟。伊媽好假事就是我講時間，伊媽是伊 trainer 嚟，甲講媽就當時有隻學，就是講會學到福建話。因為我阿媽，伊無蝦米會曉講華語嘛，所以伊教我講福建話。好命。但是我袂曉聽，我嘛袂甲伊講話咯。對，所以我就會學起來嘛。後面，人甲你講吼，有個人講福建話阮是有緣的。你甲即個語言啊，你甲即咱邊個福建話，有當時阮是有緣的。但是你有緣拄着，就是講你嘅生活會進行做互你有機會去甲伊接觸到。你毋止甲你接觸到啦，你佫要有興趣，你愛講喎。有個人講馬多講馬即個歌誒，嘛是無得着講。愛講福建話，
對，有咧會曉講華語嘅是無準啊，一般人嘅講嘅啊，要不要去？要不要去？去哪裡啊？啊，佢哋覺得佢無準啊，佢係講嘅係條意思嘅意思。愛講是唔要緊，愛講是愛講我三哩嚇，一兩哩三哩四哩，話唔要緊，講啊無準唔要緊，要緊是你愛講，你就是講到底咪講福建話，為了我未講你似唔似誒咧華語。講華語啊，講華語嘅嚇，講華語。特別為啊，華語嚇，你咪講福建話就較無好，你就是啊，我咪問咯，你哋細漢特別我看你感覺到講福建話時，你心情有係咪無相呢？甲你講別個語言，咱邊個福建話？我講福建話時嗬，我就會感覺到嗬，其實若是講啦。我搁再學到一個新的話，像甲食果子就愛拜樹頭。我嘅話我會感覺，哇！我嘅福建話搁再進步了嗬。對啊，食果子就愛拜樹頭對哇。但是我講華語嘅話啦嗬，我就會感覺真普通哦，因為華語大家講嘅嘛。對。因為你食果子拜樹頭，你用華語嚟表達嘅是啦，你講咩物嘢咧？你想到係咩物嘢嚟講？食果子拜樹頭。食影嘢咯，真係影嘢。誒，食果子拜樹頭係咩意思？我都唔知。誒，飲水係咩意思？哦，我明白，你見啦。食果子咯。對，你若是食阿你果子 ，be grateful 啦。啊，對，你就來感謝阿你樹頭。對，食果子拜樹頭。食果子拜樹頭，我咪頭先學到，你講你12歲見啦，你教一個安哥50歲安哥。大伯你看有隻是安哥，你是未曉一句話啊？你邊樣搞啊？是哦。誒好誒，人哋講，我真正有希望。誒，你感覺就身邊有成個你那款嘅朋友啊，講福建話嘅朋友。有啊，我哋班嗬，其實kun有人會曉講福建話，特別無安尼濟，因為馬路嘅學堂哦，甲了是無互囡仔去講福建話了嘅，所以嗬變做安尼囡仔甲了未曉講福建話。有一道吼，我甲一個甲我相嘅，我看伊是檳城人嘛，我嘛甲伊講，你今年幾歲了？因為我唔知伊幾歲，所以吼，伊就講，哈 ，What you say？ What you say？ 但到吼，我坐 lift， 我去拄到一個吉連娜啦嚇，我就甲伊講，Hello，you want to go how many floor？ 有知伊甲我講阿咩哦？伊講。11樓，感謝。我講去啊！我原來真係有講福建話。也普通嘅，往細漢嘅點先啦，安哥、安弟細漢點先，80年代、90年代咧，真正濟人隔了是講福建話，規家樂隔了是講福建話。我學堂裏邊啊，我班裏邊啊，80年代大漢嘅囡仔啦，有可能隔咧爸爸媽媽上歲聲啦，我14歲，我嘅班裏邊咧隔了會曉講福建話。我嘅學生隔了又講福建話，我啲學堂裏面唔敢講啦，因為先生係法律嘛，要多講華語，少說方言嘛，我唔敢講。但是咧，我就講我去人嘅厝佚佗嘅時咧，人嘅講嘛，人嘅爸爸媽媽講，隔了是講福建話，變成是隔了講福建話嘅咋，當今唔是呢。所以佢哋另外又好啦，雲南又好啦，個馬來人啦、印度人啊，隔了會曉講是真正普通嘅事呢。尤其是我講咗呢，一陣好聊咗，伊同我伊講佢哋電腦咗，伊反而伊講電腦咗。喲，我好未曉，我就諗住教你講反而。誒，但係你講嘅咧，有影我是安尼50歲人啊，我唔捌聽，我唔捌即句話啫。講食果子係拜樹頭，食果子係拜樹頭。當然講起來啊，嗬，甲有我甲想到伊意思啊啦。你無樹頭，再去一陣，你咪是無果子通生咯，所以就是講，佢對去伊會見嗰啲樹頭，會感謝啲樹頭，哇！好，安尼看，就是安尼看你咪叫裝假如安尼知道吧？安尼福建話。你愛看戲哦，因為吼，你看戲，你唔是看咧人啊死了，個再起來，個去報仇，個去害人死，你知哦？你愛看嘅吼，是伊講嘅話，人家樹頭徛得在。樹尾唔驚風，我未曉。樹頭徛啲滯，樹尾唔驚風。哦，就是講你徛穩穩嚇。唔是講你徛穩穩，你講你 foundation 做啦，就 strong 嘅話咧，你明驚啊。哦。你講你捌嘅物件濟，你有知識啦，你知物件濟啦，你就就隻物件你就明驚咧。哦。哇，厲害！所以後來去明白阿你之後啊，你明白無用嘅，你乖學起來。
佢記了嚇，安怎用？因為我嘅媽甲我講過啊，你學嘅物件哦，你蝦米物件，人均會搶走啦。均像講你賺嘅鐳啊，人均會偷嘅嘛。特別你學嘅物件，你下啲你會偷殼嘅物件嗬，無人會使偷嘅走嘅。哇！這是你媽媽教嘅啦。對。你媽媽是一個真正教嘅人嚟。我真正數學你媽媽，因為你媽媽教我嘅爸爸媽媽講媽講咩是像嘅，即係道理是對嘅。知識是你家己嘅，知識是你家己嘅，搶未去。你呢細漢啊，我甲你講啦，我老師講一句啊，安哥做安尼幾年嘅人啦，安哥會曉講真濟話嘅啫嚇。然後若是講你學嘅話講個安尼順安尼教啦，你過嚟講華語嘛，我免懷疑講你特別會曉講嘅嘛。你嘅 English 你會學係好，你嘅巴哈姆來要本要學係好啊！我同你講白刀啊，你係學下面話本冇問題，真係型嘅。譬如你關係濟了啊，你白刀係學法國話、德國話、韓國話，真係型嘅。你比別人快咗濟。係咯，相反咯，即係物件入你腦了，你學了嚇，白刀你有講日本話了，無人會啲你成句嘢走去。嗰另外一項物件咧，好厲害就是啊！你看我免教伊個徛中位啊，伊個 camera， 伊個翕，伊個影吼，伊個面，伊頭是對到中位嘅。即是咧少年家吼，有這知識是已經知嘅咯，徛到啲 camera 頭就會到中位。冇當時咧，哪個咧？Hello 大家，我哋佢啲面相嘅嘢啊！我就啲，你看即個落水就去中，水後尾個。你在做什麼？因為是，你在做什麼？我曉得講物件。颱風喎。我曉得講物件咯，就是因為伊咧，伊細漢點使伊行過一條路是人細漢無行過，伊行過 MCO，所以伊有 work from home 嘅經驗喺度。所以就講 camera 頭整下，要對先生點使覺得一啲啲咧嚇。老師早安咁樣。哈 ，MCO 啊，你看過啊？冇啦，阿面讓啲學堂裏邊讓上課點使電腦頭整啊。哦 ，OK，人細漢時冇，你反正勁嘅嘛，人細漢時。對。嘛，你 MCO 啊，哇，夠麻煩呀！你愛規日看了啊，你電腦啊，哇，你目睭啊，聽到半死啊。然後嗬，但是你唔係袂用啊，你怪拍字啊。你手嗬，嗱你腦就無連做伙，亂做拍字。無連做伙。你啲目鏡哦？我無啲目鏡，我是3號學生。係咪物件好？係咪3好、3好，係咪好？功課好。我知啊，係了。有道德，你會品行。哦，品行啊！有道德會品行嗱，我同你講啦嚇，你問佢哋講嘅你阿龍架，你奇奇怪怪物件，你十字會見到我唔捌伊，我唔捌伊。伊有品行有道德，呢是對嘅嚇。伊媽，兩個，你頭殼愛好嚇，係咯，咁你目睭都冇關係啊。但是你是個人嗬，你頭殼好，你就想到，馬路我應該做下面，我馬路有閒了，我應該是愛去讀書，唔是去上加有個人啊，有個囡仔啦，伊人是有閒嗬，伊就舉你電話哦，喺呢邊掟。tapi電話是未正式誒，看冊較是正式誒，所以你看無夠冊。有一個電話，有一種電話嗬，無啦，唔是電話是人，伊人嗬看電話是安怎看誒？童話，嗰啲人嗬，愛只企喺你電話了誒。就是成個話，特別我成日我老啊，我啲話是老話啦，又咪安看，咪對，就這樣。人看電話嗬，第啲然後你電話係啲你頭前，第種你管愛有30米還是10米、20米啊？反你目睭哦，喂，10米是centimeter，米哪會？10米就會啦。centimeter，哇，10米我未看到。嚇到我！做咩起大㗎30米啊？30米看到啊，是真係高咗，可能是千里眼咧，就千里眼咧。得目睭。等我講咪每塊，但係咱每塊有自家食啊，係咪物件？了你有食自家食牛肉粿哦？
牛肉粿啊，或者啊咧出租粿啊。出租粿。你自家食咪講話？出租粿啊喂。你自家食出租粿。換食嘅咧就換。對。換食嘅啊，咁唔是喺林那食嘅，是換食。唔是林那食，你是貴賓家。個我咧，叫啥名啊？一層一層啊。高盞粿。你按到食，你是規地嘢嚟夾，還是一円貼起來食？我攞淡薄撕起來，然後貼起來，你講想，但是安哥人哋唔是貼起來食嚇。夾。我細漢時第自家食自家食係咧高盞粿，伊頂面地管一円是紅色嘅嘛。所以紅色嘅後，你就貼，較定啦無，較定嘅你接觸到你烘嘅時，所以較定啦無頂面。你就貼伊，你係你滋味，食咗做兩個，但係你托字紅嘅字，伊無做，伊咪就伊走伊本身伊嚟做，可以抹命啊！做啊，翕相你咪講紅哥假如誒。紅哥假如你做一陣你鬼嘅招就等嘅紅嘅啊！你做咧，你特別燒，你燒進去咋？你知你叫你打人係飆出來淡薄，特別你俾可能看就是你叫進去先，我縮進去，然後佢哋是講你俾可能就嚟倒出來。紅我就是夾派這啲後帶。無咱就要接落去，就是咱嘅紅燒啊，紅燒嚟。你講咩？講咩是個食咩？牛肉粿個。粿布魯蒜哦。粿布魯什麼嘢？粿布魯是啥啊？啊，你正大愛那邊嗬，但係個嘢粿，一金糊啊，一金糊興嘅啊。不，然後粿嗬，我就唔睇是蝦米嘢。粿布魯是一成個女嘅，一成個激嘅呢，女嘅成個激嘅咧，一是一粒花呢，一粒嘅花嚟。一含殼呢，嗬，雞女歌少，雞女歌，一成個雞女歌特別白葫蘆呀，白葫蘆，對哦，白葫蘆，白葫蘆上邊講邊樣是叫做粿布魯誒。對，伊個 better，伊個料是香誒，一成個蓮花呢，一成個雞女歌啊，都開嚇。特別伊個形無像誒，但是我人叫雞女歌。伊個形是看伊個波嘛，對，特別咧我人是雞女歌，係是大地較大地，然後粿布魯細粒含殼安尼淡薄伊個。雞女歌較油淡薄誒。然後嗬，有早我就食阿哩粿布魯嘛，然後嗬，迄時陣我個無蝦米會曉福建話個，然後嗬，我就問阿媽，這粿布魯是蝦米嚟？撒嬌，成個教我媽伊啊，我媽講，無啊，你是甲只布魯嚟，你食。甲只布魯，你媽老嚕啦，你媽買好嚕食啦，伊老嚕啦，買好嚕食。然後嗬，後來我就知。即嘛雞卵糕咯，嗰是蝦米甲只布魯，因為嗬古早啊，唔是話咧大啊，然後嗬內面是長長，像個甲只布魯嘅啊，反正粿布魯嘅。伊無相形，無相形。有誒，有形啊咧，像個甲只布魯啊，反正。伊就是講伊啥呢？碰伊啥碰啥，他媽含殼咁樣冇款嘅。伊是啊，反像個，看我會唱啊。對。啊，反正然後嗬。伊是你頂面看落去，像甲你甲只布魯嘅有，身軀甲伊個骹哈，我想袂起喎。特別馬路嗬，無蝦米有了，甲了是像個蓮花花嘅馬路。有人人做金虎嘅嘛，甚至係是。我就好似好笑咗。金虎棍有。我就咪就好笑咗。伊講古早甲馬路咗，伊12歲囡仔，伊甲我講古早甲馬路咗。伊古早甲馬路，你古早是往嘅馬路，12年嘅咗。你古早是往嘅馬路啊！你古早是往嘅馬路啊！哎呀，超別鬧咗！誒，等我介紹隻你 Clubhouse 入邊有幾多個朋友起來啊！932加幫撳店起來甲人講啊，歡迎！當我還沒問題，我每人嘅應豆包嚇。甲咧因兜爸講話，即因兜爸你看袂到啦，特別我另外一邊位嗱，但我特乜整，即係你看到整932，跟住嚟另外一個啲花是半鹹甜。啊，各位，到個有即個奧迪都咧，奧迪都冇介紹到奧迪都嚟啊，歡迎奧迪都。 Hello，個另外一個 uncle。
往嘅畫面覺得較奇怪嘅啊，咁咧無成個女畫面安尼演技嘅。特別我冇講伊在外畫面係咩？應該唔知啊，來冇講過，唔知是個招唔知你是個招大把你在外畫面叫咪咕，你知咪咕係咩？在人拜拜時啊，上加咧有神，有啊咧神啊，在這個時候，但着有真濟咪咕嘅，所以吼，加一日吼，我但着是你啊，早對我是唔是食咪咕？按照煮你慢，按照準備你食，你慢得煮，你慢得煮，按照準備。吹然後吼，啊咧有啊咧烏龜嘅嘛，就甲啊咧皮吼，我第數解嘅就是甲伊嘅皮拆掉，然後吼就加伊。哦，嫩嫩嘅呢？你冇食皮嘅。我冇食皮。皮有香菇嘅，有當時辦講佢啊。伊皮垃圾咧，伊食到實肯定變做顏色本嘅。對，要食泥嘛，要泥嘛，伊食，所以你放住變顏色嘅。對，你咪食較好啦，你咪食較好。冇人食啦，伊皮。你買食較好，應該伊垃圾本，應該辦講咧，伊有你香菇裡面啊。特別有當時我冇食，往時伊個卡啦，伊個背啊，伊個頭係你是要家己做嚟食，還是無相咯？無擺過紅光咧，家己做嚟食，還是無相咯？伊是未歹食嘅物件。伊皮無，伊個 texture 無好食。伊較準啊，伊較準個脆，脆啊，冇咁好食嘅係咧。你食叉燒包點食？你有拆皮啊？叉燒包啊，有啊。啊，你拆皮本啊？安哥頭個，特別叉燒包有兩種咧。我食過了就。包有兩種就，一種是咱去上下去啲別個海南人嘅咖啡店嘅位啊，佢哋就變無壞咯，無壞。嚇，無壞，佢較用拆皮，你有壞又是歹拆皮嘅。係你香港嘅咯，唔是你跨個你別嘅咩？別嘅個冇貼配啦。那佢你花咯，一筆筆就是一下子就你花呢對面。係你個港口貼配。你唔知咩？咱問教授子，係你無上啥物物件，就係伊個都無上係啥物事啊？伊個米粉嘅事。一個是米粉，一個啥米粉？花粉，伊個是用香港，唔是用香港嘅米粉做嘅。哦，伊是較黏，伊較黏嘅，無像伊會食起來。對，係你香點心嘅都食啊，成個介黏出去嘅，伊個包有但是啦。哦，但是嗰乜嚟？你講就係其他嘅物件，伊見到無關係，人講話特登嘅。伊講用講字啲物件，咁人講。唔要緊啊，有得講福建話嗬，你因大把你有機會。學福建話唔只是愛加講，如果被有機會聽人講，老人家啊，了你聽人講較濟是我逐晚聽你講，你有看電視看戲啦，用福建話講，特別甚至正式到啲生活特即時，你是甲最人有機會聽人講福建話，還是甲人做一個講福建，做伙講福建話呢？平常時是我嘅媽，會甲若是拄着我嘅爸啦，伊人就會講福建話，迄時陣我就聽咯，聽有啥物特別嘅話是我無聽過嘅吼，我就較緊問你啊，你淡仔講迄句話是啥物意思？然後伊甲我講啊，我就學起來哦。厲害。你感覺到成日出去外邊啊，有通成日去行外口啊，去 mall 啊，是去食物件，有機會聽人講福建話。當今，你嚇，我係問啊，你講嘅嗬是咖啡店還是凊彩 restaurant？只在咖啡店冇好 ，restaurant 冇好，無插安怎食物件位，你看樣無像嘅哦，有無像哦？咖啡店嗬，咖啡一杯，嚇，一杯。別人講一拗嘅，對，一拗，然後下面生椒，個別歐米料。即講咖啡店夠機會聽到講福建話啦。對。那是你去客棧啊，客棧，嚇去客棧冇咩機會聽啊！客棧嗬，我人邊領啊有講海家樓嘅所在啦。啊，係卡樓啦，係咪係卡樓？high class 啦，好㗎，哦，high class，
high class，哦，劇站了。所以你特別好，你感覺最奇怪，你人答我未รู้我定當陣時有當我是去劇站叫食咯，伊是到底伊唔是劇站啊，伊是成個你知。有一種嘅，你講就對啦。你講 restaurant 啊，唔是個別店，或者你去到嗰邊時，伊開喙，你再講伊是檳城人，開喙伊就是講阿莫話喎。然後我咪講，你唔要講嘅話，伊講會曉，特別用阿莫話嚟應話。然後你去麥當勞咪是相關？是啦，特別然後我頭時講，誒。即是我嚟美國大一陣，然後到轉去啊，我是感覺就講福建話咪是較親咯，對。然後我咪是用福建話講，特別是我後尾學夾就講，我嗱伊頭家叫我未使講福建話，特別用阿莫話講。伊人嘅 restaurant 啊，甲了好是驚伊人來嘅人啊，甲了是大頭家啊，咪款嘅啊，你做大生意啊，賺這類嘅啊。去食的嘛，所以吼，啊咧，若是人，若是伊个啊咧服務生啊，講，蝦米水？蝦米水？伊就會感覺吼，其實迄邊無安尼海家撈魚啊，冇安尼海家撈魚。特別，咱會使換哦，把到你若是講你好嘅，你趁大你做好嘅人嘅時，你即其實唔得就講福建話，特別是較。個別餅啊，你嘛？咱會使講，請問頭家你要食蝦米物件？佢咪要啉蝦米水啊？嚇，咱會使書本啊，福建話講嘅。嚇，特別口人咯，阿面口魯啦，口魯咯，你第四行咯。你爸爸媽媽是啲都嚟做工嘅，有時做蝦米，你面講就清楚嘅，你無需要講清楚嘅，你阿格講嚟所，爸爸媽媽是啲蝦米關鍵所在做工嘅。我嘅爸咧是做啊咧導遊。哦，啊你導遊啊？嚇，導遊啊？哦，你是做導遊嘅啦，導遊。我想講做導遊係。原來咱有一種嘅講法嘅，咱講伊爸爸是帶團嘅。啊，帶團對。啊，對，帶團。導遊是帶團日本嘅，所以嗬，我看袂到伊嘅。哦，你上看袂到伊啦，伊開始帶團去日本嘅啦。哦，你又講日本話哦？我袂曉。你爸會曉啦？我係拜會曉，特別我係媽本會曉。你媽本曉日本話，你媽本是帶團啊？啊，你媽做黑哥嘅。我係做啊咧姐弟公司仔哦。我就係你對，壁畫係咧。我係媽古早是啲邊賣物件嘅嘛，賣紀念品，冇多一間，你萬嚟 A。係咧手工嘅物件啊！我就手工，特別伊是啲多路位，伊是開家己開店，家己開攤啲邊。伊是甲一個安迪做伙開店嘅，特別吼因為 MCO 啦，伊個厝稅，伊個啊咧店嘅鐳啊吼，無人來嘛，啊咧遊客甲了袂使來，所以就無人來買哦。特別啊咧店啊，愛互嘅鐳吼kun是真濟個，無減着，所以吼。賣咯，交互啊！你安迪家己開，然後我嘅媽就無開了，我嘅媽就走了。所以你媽是做手工嘅啦？啊，啲 office 啊，伊是甲人算鐳嘅，你甲人算鐳嘅做財務嘅，啊，做銷嘅，但是吼，我是講你把隻大漢仔啦，我唔知講你把刀要做蝦米物件，你有興趣做蝦米物件，你就感覺就講無插。人大頭家還是做咩？我當然互你看啦，人嘅房間內面有做無相干嘅人啦。趁這類唔是講有海家佬無海家佬是有這類又無這類啦。特別咱講咱無相做無相干嘅人，咱有真正濟啦。特別咱家佬人，家佬本是講福建話。免插如講你有咧，就是講頂到時，我每時感覺就安尼看你知哦。你會講成個要學你家有什麼海家佬淡薄的，特別用英文講，特別用華語講，其實免嘅哦。把到啦下啦，往時學你希望你啦，我把啲我老確對去70幾歲嘅時候，我去一個餐館，真正海家佬嘅，我啲客棧嚟接掉嘅，去食時，伊係咪啦
你好冇啊？是講到講福建話講啊 ，Hello sir，do you speak Hokkien？你講啊，of course，嚟我講福建話，做會講福建話，本事會使嘅。人哋人係你咪是咪古白咯，就係我咪古白，我係你 menu 嘛，你搞到寫福建話，แล้ว福建拼音嘅，spelling 嘅咧。我感覺是 A 咯，我感覺就 A 做啲嘅，當今我哋肯定希望就使啦。特別人大把你擺得當下，你就會做咩物件？你有一個你資源上面要做咩物件？其實啦，我想來想去，我是愛做先生，你知做咩哦？唔知，因為嗬。先生政府工嘛，了鐵飯碗咯，有見啊，你俾教下咪 call 咧？你俾教講福建話，華語啦，你華語是最好嘅啦。喂，你教福建話，嗰啲係使教福建話。福建話，波士福建話。我是笑啊，我教華語嗬，教福建話啦。我努力做點教。哦，對。啊，我話你特別嗬。然後啦，佢會使學到我人嘅福建話，保證啊你福建話未失斷去。保證未失斷。然後特別啊你華語嗬，本來學淡薄，因為我人喺檳城，嗰有真濟人哦。雖然講我人檳城大多數嘅人，假了是會曉講福建話，特別佢有真少嘅人是講華語嘅，所以我人加少本來學淡薄，上加嗬我人未使偏科嘅嘛。像講我真厲害華語，特別我本來學按摩淡薄，我本來學我人嘅國語本來嘛，啊反我人嗬，該會平衡，該會 balance，啊對對 balance，該會 balance 啊，韓南你咪講咩啊？特別人頭班那是你愛做先生啦，你會校長講無唔通講福建，唔通教學生福建話，你安怎呢？其實啦，我係日後去吹校長。哇！你要解釋佢聽，我唔是，伊要解釋佢聽，我嚟做校長。你使家己開你個叫學堂，我嚟做校長，我開家己嘅學堂。其實嗬，人頭班，因為嗬，畢竟伊是我學堂嘅校長，是我嘅頭家，我會尊重伊。我但就係甲伊講聲嘅嘛。馬路做咩未使教福建話？我人福建話是我人嘅中國嘅唐人，落來我人馬來亞來做家己嘅人，家己嘅一種方言呐。所以嗬，我人就係對得起我人嘅祖先。我人愛將這種嘅文化傳承落去。即有人講福建話就是臭話，其實嗬，唔是人反嘅。馬路嗬，你看。我是有真濟人會曉講福建話，特別伊人有咩臭話，我問就好了。伊人有咩哦？無，所以證明福建話嘛是有臭話。對，愛互人哦傳承落去嘅。對，有真濟人講華語啊，其實人看咗隻中國戲啊、台灣戲啊，人嘛是學真濟華語嘅臭話嘛，一時嘅講，人不話人學樣嚇。對，我有 follow up question。來 follow up question。OK， 了呢，我歸嚟檳城啦，唔只是福建人了嘛，是唔是？檳城嘅廣府人、客家人啊，你看阿哥阿龍是海南人，伊就是講福建話嘅嘛。了，那是你嘅學生嘅 parents 啊，就講you are discriminating，做咩事愛學福建話呢？我愛你教海南話、潮州話、廣府話，你會安怎呢？係誰啊？馬路，我人嘅檳城，福建人是較濟，但是來學，免緊去學，愈學愈好。啊，反我人嘅文化嗬，傳承愈濟嘛。我袂反對你去學嘅，你本會使去學，但係我若是袂曉講下嘅語言，我就袂曉去教。我講對，我教唔對嘅話，啊咧學生嘅。parents 唔是來罵我。對，你就是會去合作，甲迄個會曉講海南話嘅先生，會曉講廣府話先生，會曉講客家話先生，就合作起來做一個家隊，教無上嗰間。我是海南人。你不是海南人？你爸爸是海南人嚟啊？你爸爸？我嘅爸爸是海南人對。你爸爸姓咩？姓昂啦。姓昂。哦 ，OK。所以特別啷個名是姓 ONG，你是 ONG 啊？
啊，对，我是 ONG 啊。我是成個彎等啦，對等啦，我安怎寫？王哦，三彎王 Mandarin 嘅 surname 安怎寫？王咯，昂咯，昂地昂咯，王嘛，係。是啊，特別阿龍，我咪是人哋款阿龍，我是 cat， 我係爸母，我爸啦，我係爸本是寫昂，特別我人是 cat 人嚟。其實你是講要對 cat 人聲嚟讀昂咧，伊唔是 ONG 嘅，伊是 WONG 嘅。對，特別我人是對，因為我人想我人來個，喂唔是我人啦，喂做工。我講來到檳城嘅時，伊人都未曉寫樣，未登記啊名是未曉寫嘛，所以就去問別個朋友，覺得已經大啲檳城嘅人，大啲檳城人就係福建人嘛，所以人講哦，我唔是寫昂，我是寫昂嘅，咁咪是對 ONG 咯，所以冇寫到。有時人本身，或者係學照人本身和福建人影響咧，走去定義點寫嘅咯，定義福建名嚟嘅了。特別我真暑假喎，我感覺我真歡喜話 ONG 就真正。我本就歡喜就阿 John 啊，變做舊講福建話人，是係男人嘅咧做。對唔對？你又講係男話，你白講佢係男話。係男話，未曉特別嗬，我先正係4月1號，而家了，喺這個客站嘅嘛。未講上家我去你厝去甲你拜年，我人無誒，我人是伫一個客站，然後就上家有打咧打年、拜咧拜年，做隻嚟嘅咧，我睇啊。我哋阿伯無咧，個有真濟。哦，嗰陣時講你爸爸喺平時正是規班嘅啦，是係男人嘅啦，你爸爸有講喎。我係爸，會曉淡薄。會曉淡薄啦，捌講啲啲啦。呀！即係 OK， 我教你講點樣啊？檳城有一個所在啦，安哥細漢就點講啊？檳城有一個所在是講海南話嘅咋？對。嗰度你都唔知啊？丹中半亞。丹中半亞都去過哦。冇。你冇去過丹中半亞？我只是係啊，有一個所在嗬。我係先生上家教我講啦，我伊個所在啊是賣海南糯米嘅。哦，海南糯米，正講嘅海南糯米落地股咯。上個是啲蝦米觀音頂啊。哦。葉邊啊。觀音頂嘅邊啊。哦，係咧，我知我捌聽過，係咧，觀音頂嘅邊啊，觀音頂嘅邊啊，那是觀音頂嚟看啊。伊邊是個別店咪？個別店對，伊賣糯米講真出名啊。出名係嘛？伊糯米伊攞只結咧。是啊，我唔係就佢，我就講旺海南人旺仔，海南人糯米咧是啲落地股嘅，索所去對面。哦。對。唔對，我教你講嘅就係冇相，你講嘅是觀音頂隔壁，觀音頂街頭前有賣江藤，你食江藤有冇？江藤啊，有。啊！你頭先有賣江藤嘅，邊有一個真出名嘅啊！你江藤啊，有啊！你土豆嘅，有啊！你白色妹妹嘅，有也薄餅包料嘅啊！就是啲迄個別店嘅頭前咯，所以你講嘅應該是呢個別店啦。安哥唔係去過，我唔係去過。哦，有應該會使去邊食看。哎呦，近口啊，多啲韓國嘅。對嚟是啦，我不愛去，我不去食海南糯米，我唔係食佢海南糯米。汪當呢啲，你 OK 啊？估計就嚟先呢，安哥起來，先安哥佢都看啲伊名叫做 Patrick 嘅哈，即係安哥咧嗬，伊是到啲英國嘅，伊是老官嚟，正是老官嚟。啊，本是講福建話，伊名叫做英國中。英國中，咱這十字會特別嘉賓嘅名是叫做印度吧？依個幾勁嘅。英國中啊，即就是往18年以來啦，頭一道十字會見啊，講福建話，伊名叫做印度吧。你往聽唔到伊聲，你冇開聲。英國中你買開未？伊俾貴咩都冇用。係印度吧，印度吧，貴。我今年十字會，你叫南小屋。安哥是老官啊，正是老官嚟。你退休啦？退休。我較高面講
臭話，特別我是講臭話，你咪學夠啊！咪學安哥嘅臭話，安哥是講臭話，未使學嘅嚇。嗱，見咩？頭先你 episode 就俾隻怪咯，所以我覺得隻怪咯，見咩？你多謝我手把 routine 出。嚇 OK， 你未使睇三快都冇停晒啦。OK，即係頭先你 episode 是12 SX 嘅，即係 parental guidance 嘅就。誒你怕壞你全部俾晒啊！啲超唔俾晒嘅，即係見咩？阿 John 是冇拿帶咯。你咪講啊！你講有乜時間你出嚟啊？你咪講，你咪連埋話。你爸爸，你爸爸啦，你爸爸，到你爸爸同你哋日本啊？我係爸爸攞啲邊咧，特別過一站就係去日本了咯。伊是直接到暗間啊，帶日本嘅團嘅，伊帶邊咧嘅人去日本食飯啦。啊對，伊唔只是帶邊咧嘅人爾，伊個有帶上加別個國家嘅人。去日本？帶人去日本啊？因為依家日本較識嘛，依家會曉講，上加日本係咪？嘢東京啊，有蝦米物件？你捌去哦？你捌去日本食韓國？你爸爸頭你帶你去哦？我是無過啦，因為吼，我個無緣去過。但我是阿你12月放假啊，放假啊，我就是上加香港咯。香港都去過啦。新加坡。佢有去上加泰國。泰國都冇去過。暫定。係啦，韓國都冇嚟過啦。佢有韓國我有去過。哦，是啊。啊對，哇，韓國都冇嚟過啦。啊，去 Melbourne，auntie 到啲 Melbourne 呢？你話正 auntie 㗎啦，冇啲邊靚嘅啊，即係我哋都啲 KL 嘛就。啊，冇對，啲人邊係福丁嘛？啊，จุด啲啦，จุด啲邊靚啲啊，來豆票見啲啊，酸菇。今日去酸菇，我咧 auntie 是到啲 Melbourne 呢，伊是澳洲嘅，係咯。溫哥有另外幾那里 auntie 就有一個 auntie 就係 Canada 咯，在加拿大的咯喲。溫哥華。溫哥華。加拿大啲都咯咋？溫哥華。加拿大。對，加拿大美國嘅頂邊呢嚇。我真係人到啲無上所在嘅。你白當陣時嗰陣嚟韓國嘅時，你隨安哥啦，安哥坐咗幾10半。特別吼，我人啊，其實我真感動，就是吼，雖然我人加了啲無相嘅國家，像加有人啲啊咧溫哥華，有人啲高麗，有人啲英國，特別吼，我人。本是福建人，對啊，我唔是福建人，我講福建話，我唔是福建人啊。是加了本會曉講福建話。你本是海南人咧，特別我會曉講福建話，所以福建話近連冷白白，超近超去推實嘅。啊，白當就是有機會，你本身學淡薄海南話，不要緊嘅，唔要緊嘅，學啲啲海南話。你聽無？你跟他點頭？有啦 ，it's not that hard，一點點的。有點點，你會曉拜年要用海南話？拜年啊？未曉。福建話咧？公義屈世。公義屈世，就是伊咧屈仔咧，就是屈世，公義屈世。公義屈世。叫屈世係咯，今時咧定叫人咧，今時都就係你又講喎。你白打都到料理啊，拜年啊，你講講人物件，你好多紅包點先啊？你咪講咩物件？講木解。木解就是覆蓋。木解叫木解。唔該啦。唔該，木解。哦。叫伊看下你 episode 阿龍噶係啦，故你那是林梅都講，誒，你好講海南話哦，你會曉答應喎，你人都答應，你用海南話嚟答應咯。你講我會曉聽啊，我啲我會曉聽，特別我未曉講，農不曉，特別無不講。農不曉。農就是話，農不曉。不曉，特別無不講。哦，準搞啦。就 OK 啦，白當那是林梅你講，誒 ，Kenji 你又講係啦喎，哦，農不曉，特別無不講。農不曉，講班嘢，即係講班嘢。
誒，你問講班爺啦，我知依方面名做咩？我知依方面叫班爺。做乜嘢代表冇乜講啊？把刀錄叫咧，我淡薄啦，人家係嘛本是真係出味嘅話嚟。古早安哥細漢嘅時，啲鄧仲文啊，細漢嘅點時個老師講係林壞，都會實會你爸爸嚇鄧仲文啊，古早講咩壞？鄧仲文啊，古早是講係林壞。迄邊有一間小學，我唔知你有聽過哦，培華小學。培華小學，對，有一間小學嘅，啲鄧仲文啊，迄個學堂咧，我嘅阿公咧，就是校長嚟嘅。所以有時講係啦，話古早啦，所以我媽媽啦，我姑啦，我姨啦，隔了第二邊大漢嘅，第二邊讀小學嘅。我嘅媽媽是就是啲培華嘅家冊嘅，伊嘅頭家，伊嘅媽媽安尼拄好，伊嘅校長就是阿龍會講。我係講咧，就是伊嘅媽媽嘅校長嚟本。對。哇！特別我諗唔知嗬，我諗白歷史我都唔知。我諗白歷史唔知，後來你媽媽講起啦，我個知嘅。橋南咧，so far我是唔捌，我捌兩個朋友是橋南嘅人咯。一個是教我病歲嘅10幾歲咧，另外一個是20幾歲嘅。一當佢哋聽就都講話。當今我要講一隻安哥嘅時候，這個引導吧聽，我是講嗬。如果細漢噶嘛，特別你已經就有心講會講福建話嘛。我是有可能是無這個問題啦，特別我是要講咧，若是講你較大漢嘅時候，有可能人你身邊人啊，因為互你感覺就講，你講福建話無，你咁嘢係假鬧嘅嘛。因為甲你講咧，你互你感覺就講。哎呦，講福建話都無咪好，怎數你講福建話？講啦吧，學別行話，你唔要緊情情慢慢望聽人講這話，因為你有本事嘅人係免講放棄一個語言去學一個新嘅語言咧。你有本事人，你關係講安尼一個語言嘅人，你凊彩會去學着新嘅語言，特別你免講去咁放棄一個福建話，因為感覺無害噶啦，因為。安哥話呢，就安哥安啲嘅啦，規世界安哥安啲嘅啦，做嘅工嘅啦無相嘅，我諗講成，家己講家己爽，我諗家己成功誒人本好，本事會使講福建話，我諗唔知呢，我打個禮拜muốn講福建話，打節muốn講福建話，因為我感覺到福建話是我人一部分嚟，但是我諗無講起咧。就是了起來，所以我感覺你是明白一點，我人細漢時無明白一點，但係我感覺大漢時我記做20幾歲人時，有當時你身邊嘅人，後你感覺就講，哇！你無glass啊，你講福建話，你講福建話，嗰陣時頂到我人細漢時人講嘅嘛，人車白嘅話嚟，比如說無讀冊人嘅曉講嘅話，所以其實是唔對嘅咯，其實是唔對嘅。加了人會曉講嘅話，無特別講是你有知識無知識，你有讀冊過無讀冊過嘅人，所以要緊唔通互人影響到你把大漢嘅時，若是你笑到即個安哥你講，若是有人互你安尼感覺，你特別啊，偏見嘅嚇，你特別啊，你搞個你12歲，你已經安尼搞講福建話，較搞講嘅安哥嘅福建話吼，你想看你搞個20幾歲人嘅時啊，你個會作搞，你知哦，所以你問下人睇起你即特別嘅即個知識去。有一人對福建話有偏見嘅，一隻偏見係咩哦？就是樣未曉，啊咧，人佢咪甲你講啊，哎呀，這個物件就無用嘅，樣家己未曉咋，樣家己未曉，人佢咪害個你未曉咋嚇，你問佢互人影響到。古早啊，往細漢嘅點先啊，電腦啦，咁樣做老官、做 lawyer，咁樣搞嘅人，加了是講福建話嘅。即係話 Uncle Patrick 佢是老官嚟，是講福建話嘅，對唔對？แล้ว我叫南哥我叫南哥嚟就是我嘅媽講伊古早佇Oriental做工然後伊個頭家嫂會知啊會後生是女伊頭家嫂會知後生 Oh my god 我真係是真嘅Oriental做工你未講到嘅哦你講到佢啦！哎呦，你馬先做啊！你馬先做埋快幾嚟？我知伊媽叫咩名啊？我係識佢講，但是伊媽買出嚟嘅話。哎呀，我知了 ！Oh my god！那是指伊嘅後生是咩？對。咩兩是一個口嚟啊？
因為就到往叫伊father mother 來時，我本是叫字伊字條。哦，我哋拄好寫昂嘅，攏是世界口嚟，特別我。不唔是，伊是我馬病嘅，你會真特別你袂真話啦，特別。我係真，我看到你裝安，因為佢講本是不有嚟 Oriental One 到 America 對嘅阿達嘅事，對，但 means 係咧，人嘅 clubhouse 係一間名做香港啊，到啲夏威夷係一間啊，嚇，伊咪是，不定當咪是個 Oriental 我係伊嘅就做工咯。點會做咯？你是乜到底別快哦！你嘛是第二個我嘛是第三啊，第三對，多第特別我即係我姨咧第四行嘅姨咯，伊是第四行嘅啦。哇！世界會咁細啊！嗬，哎呦，叫 N 換。即叫緣分對。你嗰個唔是即係人頭話嘛？人頭嘛？人頭話嘛？你隔壁有當今做 massage 店去，我不記佢點樣。特別頂當時我哋當時咪是邊有別有老闆咪用小樣叫嚟食。對。啊！我你伊做10年間。哦。我哋所以話後講，我大媽帶水姨嘛，你講下試啊。哦，我這是你講到 Penang Road 佢。對 ，yes 對 Penang Road 嚟。嚇，你別我講嘅，你話講佢。我不講下，對，佢講當頂當時我卡死下，你是幾年內面做啊？好簡單咯，就我1995年做家治康。哦。怪背了呀，怪背了啦，搞個樣冚掂啦，還是？嚇！我1995年就解做我已經講阿美伊在，因為我我冇聽過你名。我聽我姨講過。哦，嚇！我做嘅嘛。特別topic 啦，我點解老時話講過，一定有只隻歌 suitable for 人嘅 next topic。第二個 topic 嘅。嚇。我估嘅，留底，唔知自己係咪知喎？係咪？你啊，我就到破病，我咪去留頂款咧。哦，有個做媒用我知啦。哦，其實呢點是怪老作文咧。嗰一個印尼波佢只考嘅。嚇，印尼波佢只考。有時我講句講我要印尼波佢嘅，我看到未驚。我唔咩記啊嘛，記淡薄，到啲後尾落阿邊啦，後尾迄個燒咧燒嘅咧位啊叫咩金旗燒嗰邊嘅後尾一杯叫，已經一杯哦。咪等陣就最聲咧落啦，是迄個花車嚇，不等陣我看。對，我都是直聽到花車嘅聲，唔使是裝嘅。最聲嚟。你到邊實嘅時候？แล้วanyway เดี๋ยว stop it ว่า真係所以我今年會對是 I think 是到冇 Google Meet I think 是係你先我哋都係買一個叫 auto gain 嘅數是 auto gain 是咩？是你係你係得 milky or 你買燈 auto gain on แล้ว即係不即係到即係就是千里來小會咗啷大人。係啦，我俾講嘅就是我今年嘅你嘛頂到做工嘅位，我今年會對我俾佢吹我依個我掉。Tapi yang po kisaran ba niya mah hindi na ikita anak to pepe. 對，所以我就是俾佢吹，我俾佢吹人咯。我今年我是幾個對啊，9個杯對馬來西亞時我係去吹人，去上班吹人。到時我去解講。9個杯哦，特別我應該是9個鐘，我有吹落 KL 比賽，伊帶着冰球比賽4個。我是啊，特別伊4個是家己寫嘅，是攏家人寫嚟念。伊個 because 這個是。伊檳城嗬要真濟區嘅嘛，80幾間學堂，然後每一個區經1、2、3名出來，然後就1、2、3個再經到檳城嘅區檳城州哦，
就已經了第一名代表檳城落去 KLB。所以伊是第一名啦。嚇！你是調啲起來節目講何王聽講伊是第一名啦，就。哦，唔是，係因為我是講伊俾對嚟嘅時候，我就係講你第一教會對嚟，我咪實去對咗，變我俾佢隨安啲㗎嘛。哦。特別有影即係印度吧，一隻狗咯。我只第一名，一狗講話，因為真歡喜。真正識白，伊問你是一識白啦，說法啦，安哥希望講你咪變裝啦，你特別對人好。對爸爸媽媽好，對阿公阿媽好，特別聽話，特別有效。這是應該嘅。我希望講你咪變裝嚇，你特別講，人特別較謙虛，萬招順千受益嘛，對唔對嚇？比較謙虛咁無。你若是講，你感覺到你裝咧會曉個了嗬，你都未學到物件了，你都未，人其實是學未了嘅，咱腦會接只物件，所以咱我較老，咱學較老。哎呦，哇！佢係拄到阿妹，我看，哎呦，該死該我該死啊！特別你唔捌印度話嘛？人哋你捌伊媽媽咁聲，伊都會出事。我未出事過，未。因為出事過，我做事已經90年，我已經嚟美，你95年做後，我是95年去美國咯。對。按照你95年做嘅咧，你有比王家會上個大咩？我95年都讀冊嘅喎。冇差唔多啦，冇啦，我是大學了，我要去讀大學啊嘛。我依家都差不多啦，是你是講？差唔多，對。我特別印度巴是你嘅細漢囝，個是第幾年啊？我一個囝是我家老細囝。哦 ，OK，哇！即係你幾時間懷疑講，誒，原來這是你即係安迪嘅姊嘅後生。因為頭先看到 John On 嘅時，我就阿格是伊啊，等我 test Auntie 哦，咧 Auntie 講叫我去 KL 做伊吧，我冇時間嘛，咧就想我教。你唔會意思啊？嚇，我唔會意係嘛？啊！你意講，佢成個時，我有一陣時間係咪你福建話嚟講？你就是你意講，第時你來 KL，我下個月將我去 KL。啊！你有機會去吹人哦。是啊，伊常常叫我落去啊，特別我都冇點聲，因為伊讀冊嘛。好啦，哇 ！OK， 講對你件事，或者咱家另外嘅講人嘅。誒，我同你講啦，其實嗬，我都做啦邊咧學嘅呢，一個 podcast 嘅節目嗬，我做咗咱是做幾年啊？我18年是第18年。18年，你看我邊咧學嘅嘅節目啊，較老過印度吧嚇，老過印度吧，18年啊，我做5年去我做18年啊，我是拄到頂到嘅朋友，拄到成個這年無講話過，唔是講朋友呢，有啲是成個路人看到成個講，人知道特別是通過我伊啊，就是人你看咧，我是拄到這朋友，頂到我細漢嘅 neighbor 啊，即係無毛病啊，咁咪成日看拄對嚟咯。嗰啲 connection 嗰啲接到對，變成細呢嘛。OK， 接住講你後世到對。會講你比賽啊，阿龍，我要問你比賽。因為今咩，咱人請伊起來，甲人白拍曲先幫啦，是因為伊參加一個比賽，伊變成有舉辦第3屆咧，今年是第3年做這講福建話嘅比賽嗰陣，所以伊今年是個特別。今年咧是本兩批來比賽的，古早是跟啊12歲囡仔爾，今年咧是12歲以下，顧另外一個18歲以下嘅囡仔不會使參加本咯，就是講要兩批就兩個 group 咯咋，就是講一個是 U12，跟住是 U18 咯咋，under 12กับ under 18，所以一般兩批來參加咧，就變做講。你13歲到18歲人咧，你是參加 U18 嘅咯，แล้ว幾歲18歲啦，18歲幾個12歲嘅話參加 U12 嘅咯，兩批嘅，特別12歲嘅囡仔本是 under 18嘅，所以伊變咗是講12歲嘅囡仔頭時批嘅人咧，是會使參加兩邊嘅，伊個參加兩邊嘅，係咯，咱人嘅印度吧咧嗬，佢哋就大膽，兩邊會去參加嗰種。伊個那邊嘅大家都表堅嗰種，伊那邊參加都表堅嗰種，伊是那邊嘅第一名啊！哇，好了，
你聽人哋講話，你唔就講一個獎啊，彈係對嘅。即我本是冇 surprise 啊，就是咱聽教咧講。安哥緊閃過，你看這張就是迄個抓啦。嚇嗱，你混呀？這張就是我可以混數啦，我嘛係看到啦。原來安哥有好多混，伊是你評判我是其中一個評判嚟。你 judge 你是 judge 評判。我是 judge 嚟。哦，哇！這是真正看，真正有。誒，特別我們講歡喜，你白麗囡仔咧，你其實咱有請我白麗囡仔起來講本的嘛？白麗囡仔，伊即我覺得咧，主辦人有安排到白麗囡仔起來個，有興趣嘅啊。我兜會使啊，拍角先。咱成個啦，誒，特別嗬，咱安尼一人本較好講，誒。係咯，咱會使特佢知有一個囡仔，咱嘅話題就講濟嗰種。你真係絕對極是未哦？嗱，成日去請囡仔起來特佢知。南西啊，南西，一邊做頭一個節目啊，南西 icon， 安啲人講緊啦，係咪 icon？ 咱可唔安排咗？因為我聽講18歲就 P 啦，你不是講教講華文呢？哦，你最夾嗱，我是夾就是這樣嚇，我覺得點解就新嘅人起來，點解再看？電視節依叫咩名啦 ？Henry Joa，咩？佢似鳥狗嘅叫鳥狗，按照你幾點呢？好嘅嗬，喂幾點無好，特別你起來，你無到對嚟講嘅，你唔是講為到對嚟講啦，無對嚟係唔是你？古嘢啦，我 sorry， 我較換淡薄，我無小心，我淡仔困掉。好啦，當然困掉，肯定咪是正線啫咯，實講噶咯。咁樣咯，因為即係頭一個咱落咗啦，第二個條先可以講啊嘛。嗰個集，我 camera 未燈，我唔知。你見你去 investigate 佢嗰20分鐘個，我都慢慢幫。我家姐 end 到把嘅講南部。誒，等啦，就是我俾每看下一篇本，係咧即你主辦人，我咪主辦人阿面。你講主辦人，你當聽到我講啊嚇，你唔係有開背，你對到厝我嘛，特晚攏花車，你對到厝啊，主辦人，特晚我講名咪嚇，特晚講咩榴蓮，唔是榴蓮，榴蓮嗰是絲瓜啫，絲瓜唔是，咱花車是講隻名嚇，我未記 anyway， 你按照你想到去做安尼款嘅比賽，一定係 Frozen，伊是。有聽到人講喎，唔知哦，有啦，有，但係有聽到，有聽到，伊在插麥聲啊，你無做咩？你無強勢嘅，就樣無強勢，伊無強勢，伊是無叮當啊，伊司令fan無開，未必開 aircon 呢，我未開 aircon，我這邊開電腦嘅電視所以咁樣。冇你現在清楚。嚇！你講話啫，你按照嚟幾時開始做呢？幾時有那款嘅 idea，那款嘅想講會做這個比賽，福建話演講比賽。Because of MCO 是哦，以前有啲學見啦，接圖啦，你有 MCO the time 冇節目做嘛，咁咪現在做。你平時做咩節目呢？網上節目嚟做咯，嚟玩咯。想嚟玩用。聽我嚟錄影咯，用視頻3分鐘你揾我人講咯。唔使勇氣咪是頭一屆冠軍啊。第二屆伊唔是啦。第二屆唔是。第二屆唔是伊啦，伊 skip 掉去咯。第三屆伊來就強來攞你受嘅咯。哇！對啦，特別Manny冇啦，超齡啊。Manny 參加12歲咯，伊參加18歲呢。對。你是做主持嘛？你應該在講你看起來你感覺就講有希望我對咱福建或者新一代，唔是講一個，唔是講人台灣一個嘛？如果別個人比賽嘛？你在老人嘅學堂啊，有分華中啊、國中咯，SMJK 加 SMK 咯，OK， 對，嚇。SMK 啊，邊個嗰時 still 有人講㗎啦，是變咗華中冇人講華中冇嚇，華中上面是個了講華語啊，對人學，成個人嘅 SMGK 個人哋啦 ，journalist 嘅幫手，人嘅款呢，
哦，咱人重讀安尼學堂咧是，咱實在奇怪就是，咱人từng人學啦，按照個都學兵，都學兵，但係是上個人邊咧學嘅，你聽講本咯，有一隻吼，有讀từng人冊嘅人啊，甲讀，我感覺對咱只係讀阿毛冊嘅人，因為讀阿毛冊人感覺到樣嘅對福建話感情較親。較深，對。哦，就是講我那款的，當根本是有安尼誒問題個啦。有啊，人嚟講阿莫西啊，嚇，阿莫西人嗰啲較支持福建話，因為對樣是重要嘛。因為你讀當人一樣變做成個讀係是你 Mandarin 啊華語變做是一樣嘅，對做伊人嘅 identity 而家變做無機會，好樣感覺到福建話這種嘅感情就。所以你講我哋做了頭一年做了OK， 未歹了，第二年我做其他第三年就個加淡薄咯，個加料咯，係18歲咯，你講咯。哦，但係都感覺18歲今年做咗成功哦。18歲成功冇成功啊？我嘛唔知，你都未參嘅人啊，我嘛未曉甲你講成功冇成功。你明年有興趣過繼續做落去個啦嗬。你看啊，想辦法啦，一年進步，你看咯。對，好啦，明年往大個就教人實管啊，往教人拍廣告。住俾妹，我教啥字？我咪講即係是數錢嘅做啊，是講有政府教我們有啲support 咧。就是現在啲叮嘅。OK， 我人頭先我做了嘛，看得未歹了。第二年我人叫 government support 咯 ，which 到尾我拖字時，伊我拖個 CM 是Chief Minister 是啊，就是部長是啊，伊一頭講伊用伊個 CMI， 一頭講伊支持我人嘅這個活動咯，這個比賽咯。了 ，because 特別我人較看到我講本是無咩力啦，你講。哦。了，我人今年就 try 我人拖 from 教育部啦，教育廳啊。哦。但係邊嘅啊？邊嘅教育部是？跟邊嘅是among 學堂嘅啦。邊嘅因為今年有加減有教育廳嘅參加咧嚇。接來咧嚇，支持咧嚇，都較濟人知，所以人會出配合之類咯。哦，就冇成個學堂啦，是講有可能意思。對咯。你頭晚我聽啲人頭把講學堂是冇咩講嚟，你講福建話是當特別學堂過誒。嚇。baru si boko le lah baru kupang lang si tabo tha bisa講掉嚇。baru si tao baru冇講佢哋法律啊咪咪嘅啦，已經有嘢嘛。特別但所以你是通過即個樣教育部嚟講，依樣誒到底學堂嘅為咁樣就 promote 講即有即比賽。即個我唔知咯，即個是樣嘅亞堂嘅，特別亞堂冇樣嘅 policy。OK。特別你有感覺到你會去到即你即個比賽誒有較濟人知，較濟人會參加啦，知道？講啊派聽就冇啦，大家會很識啦，有教育部就是講有教育部嘅係你就是講有分啊，有分啊就咪來咯。哦，話你有分嘅，你是講以學生參加，學生有攤分嘅。對啊，唔係咪個活動特別哦，你們是未擺，你可能是未擺，有人很識時間，你們是很識。阿妹個，我人即個活動是，伊講伊嗲啦下人眼呀，伊阿妹講伊好咯 recognize 個。哦，意思講，OK。伊做佢哋詳細嘅，點樣講啊？伊嘅審核啊，係咯。所以把當變做若是講，伊是 part of 你學堂嘅一個談判係咪物件咧？是有可能你感覺就是。啦，學生啊，爸母可能係支持人去參加可能。對啦，特別迄陣時，我都唔知，可能已經冇人去講啦，安尼哦。冇人會做嘅物件就做啦，安尼款啦。冇安尼啦。特別本是好啦，然後你看到你人在滿有經到幾哪嚟啊嘛，你本是較有希望啦噃。人會回事啊，人看起來。
未講啦，未講四川啦，你款啦，未講無人講啦，未講對嘅啦，你款啦，哦，做淡薄咪做淡薄。對啊，我看到即人答話是八刀嘅佢開嘅 podcast 啦，這是好事啊，學緊我嘅 podcast，我問見講我死啊，無人接手。有咯，一個八刀人答話就要接手咯。啊，問我大你壓力12歲啊，問我壓力啊。一隻驚。不要緊嘅，往這邊有人 assist 伊，OK，往嚟 assist 伊。嚇，特別。是啦。特別不是出日本啊，應該是講特別看啲大漢星啦，你大安細漢個，特別要緊是買棒球。like 無夠濟啊，今年往嘅 like 無夠濟啊嘛，我1000啊，無夠濟啊。我古早期嘅落濟。古早真係起個1000個。I think MCO 嘅數。I think 人家攞到出是當個人出去啊，人家冇呢，冇到出。明年你個早學旺仔啦，旺仔我係識搞到團團嘅，搞到團團出去，用個早就冇學旺仔啦。有啦，早5月幾6月幾就要做咧嘛。6月幾6月幾都成學旺仔成了，係旺啲幫行先出去咯，夾隻人參加。我諗要配合這個人嘅世界文化遺產之嘛。去過對。啊，盡量嘅咧看咯。對。有我人。講歹聽就冇人3、4個月，咁樣無用去做啲華語辯論賽嘛，所以即係就是揸住人哋攞嘅咯。這是我人一路來做個入幾屆咧，這品牌。即係旺仔啊！辯論賽係咩？debate 啊？辯論賽係 debate 啊 ？debate，特別一樣嘅 debate，樣是一時福建會館嘅人嚟。係咧，樣嘅 debate 是用 Mandarin 嘅，所以有揸住人，有古早一落來，不有揸住人就講，哎呀，種福建會館就要做 Mandarin 嘅 debate 啊，有揸住人哋款嘅聲嘅，特別一般做就幾屆本啦，比如你揸就跟我講，你做得對，或者做得唔對，就跟我講嘅啦，有啲你做得咁應該做嘅物件。冇班華語冇人做嘛，大叫人壓力嘛。像我人記嘛，我人講演會，我們華語 Toastmaster 就是特別我是講，成阿龍講，你看啦，無插啦，你有心你就做啦，你免驚人講你做對做唔對，本來人就係福建嘛，真係人無想講人愛分派，其實分派是無需要嘅，你要緊是你做你嘅，我做我嘅，人做一合作，人做一夾起來嗬，人為咗是福建嘅嘛，你咪講為了我係派，你係派，你看唔只隻啦，即係人嘅本性是咁樣咯。夾，聽到主調嘅啦，即 Stars 做啲真濟人學即係講咩啦，你應該做呢款，你應該做啊，你應該做正宗嘅啊，你要做乜嘢？對。誒，到對幫炮，即等陣，即借股借咩？名我未記，有冇名？鳥狗。鳥狗。等我 mute 一陣，佢食club out 傾著呀，啲傾著呀，啲幫炮傾著。啊，唔係琴日買，你聽就話講嘅，就是人琴日買。anyway，人咁啊，琴日人會人答話就正論，咁樣有見面嘅會每一個少年家12歲教講福建話嘅少年家。我愛問。嚇嚟播即係嚟播金啲嚟梅，播金啲。人答話，你到邊呢嘅事啊？你去過邊點啊？啥物啊？但係你講華語都就啲嘢是計，人講福建話就對啊。你聽到？冇聽到啊？正細聲有淡薄。OK 嚇，伊講嘅就是你若是去嗰邊點嘅事啦，了人甲你開喙甲你講華語，你有印度對用福建話，印度對還是用華語印呢？愛看，因為馬路嘅人來在。馬路嘅人其實是真少會曉講福建話，所以若是伊甲你講華語啦，你可能加用華語加伊印度對啊，像甲因為我愛啉下面，我就甲伊講話啉下面用華語，特別咧若是對方是用福建話來問我就會用福建話去印伊哦。因為可能伊看我細漢嘛，未曉講福建話嘛，所以伊甲我講華語，若是伊本地就是未曉講福建話，我佮伊講福建話，我是毋是？
特別伊個囡仔個無想你知道，伊做囡仔伊袂使成講，哎呀，你使問伊講，你使用華語講，你以後講福建話啊？你使安尼問人講嘛，因為你講蝦米款嘅話，咱本無應該互人看衰嘅，蝦米話本無應該嘅，所以若是伊問你華語了。你用到底福建話答伊，伊袂曉聽，伊是毋是會使問到對你？會使本嘅嘛？所以你明佢講，哎呀，我安尼款講，咱毋知伊會激心喎。我感覺是無安尼款嘅問題，所以你使加計講福建話，伊袂曉聽，伊會到對你嘅。對，成個你講嘅呢，你知吧？有當時伊毋是講袂甲你講華語啊，伊是看你少年，想講你袂曉講福建話，你知道？你伊家來甲你講華語，可能所以你使解講，你使好好每本嘛？你講話請問會曉講福建話哦？我曉講福建話啊，我問佢我少年啊。我要問啊，有影啊，少年人啲檳榔攤啊，較少講福建話是有影啊。特別我去檳榔時，我出去成個萬山啊，還是菜店啊，還是去小館啊。我聽是敢若聽福建話爾較濟嘛。萬山加菜單媽咧做生理嘅人關在古正就是講福建話個嘅。你去 food court 啊，你去 food court， 你去 shopping mall 啊，都冇上嘅。咖啡咯，係咖啡少年嘅啊。咖啡你去咖啡嚇，你去 boutique 咖啡啦，咁樣冇上嘅。哎呦，有影咩？那是真就是安尼款，咪是一隻鴨咯。一時都冇上咯，一路是福建咯。你其他個了袂曉講福建話了嘅啊？伊袂曉講福建話，本是一個問題。最大問題是，哎呀，等陣你 Henry 抓我被冚聲。Henry 你使 mute 你唔係？OK， 我 mute 呀。冇 mute。你特別 mute 你麥，你就亂。mute 你麥哦。嚇，你特別 mute 你麥，你喺邊就亂，你冇講話。啲 BGM 較多。嚇？OK， 就是我未講，我細漢時，我啲邊咧，我細漢時去去做個我係特別兄弟個了，伊人個了講福建話嘛，人我囡仔個了，人講福建話，所以他那有時講他那伊囡仔佢冇曉講福建話了啊。有咧啊，有咧先咧，有咧到底未曉講，是完全冇曉講嗰種冇用氣完全。因為爸爸跟人講華語呢。教講話呢。因為伊若袂曉福建話，我袂曉華語，所以先教講話。這是有，這是正實嘅問題。即係我實變嚟福建去這10幾年，不20年啊，嗬，就是因為安尼款嘅問題數。因為我看這隻厝內人甲我上一輩嘅人，嗬，伊家己驚自己咧講阿莫話講華語，了無有機會講到成日同媽講，有機會講到就是福建人。有講嘛，到厝嘅人講，所以佢會講到款。有些朋友個咧讀學堂嘅朋友啊，無講無有日本無講 ，amongst themselves 本無講福建話嘅就就是講，你係一種嘅sense of belonging 啊，個你成日福建話對人嚟講，咱讀一邊聽到人講嘅，福建話對人是成人。做人嘅一部分嚟，你就人家己嘅一部分咧。特別，若是你無聽無講嘅話，對人是完全是無感情，就是就。所以迄個啊，無心迄個，變成福建嘅心啊，若是迄個對啊嚇，人都是袂曉講嘅。因為你有心嚟講，你講無準本好啊，你個會傳落去，你就。你若是有無心嚟講，你就教講本好，你咪是對去嘅啫。所以要緊就是變咧百里人啦，像百里福建嘅團安怎講教人講福建話係咪另外？變咧福建嘅變咧福建嘅對話嚟講啊，第要緊嘅嗬是人嘅變咧福建嘅心。做咩事變咧福建有一粒心，人嘅 logo 有一粒心，就是因為我要做嘅嗬，我要推實嘅，唔是講教你講福建話，我要推實嘅時候，你再講做咩事？講喺嘅話是只有幾年，咱特別有你變咧福建嘅心，咱個會傳落去予後代人，會講變咧福建話，會後代人接去講。就是無相個有無相嘅 focus，why focus 係啦 ？I'm focusing on the heart of 變咧福建。但係變咧福建有一粒心。特別，what I feel is that 你袂使怪
其他人無講福建話，因為這個是一個真啊 systemic 嘅 issue 嚟。因為北方嘅人，中國北方嘅人講運動愛講華語，是唔是？我人這邊嘅人就 acclimatize to the market，這塊物件我運動福建話無通講嘅。對啊。然後迄時迄個 parents 係安怎？對啊。如果迄個 parents do well in school，of course 我人會 aim 就是講。我人 preserve 迄個 culture 啦 ，this is definite. But what I feel that is that there can't be too much of an emphasis on 即係what do you want to say already? Like 就是 we cannot downplay ourselves. 我人袂使講，我人家己講，哎喲，別人講福建話就無好。No, we can't even entertain that notion. What we must do is to propagate 福建話。你看啦，韓姐姐是一個紅毛西嚟，特別我嘛是講福建話。So 你就愛有一個迄款嘅誠心啦，了伊愛真啊濟 effort。因為你愛 overcome 嘅是這款 systemic issues。對，你一顆測火的福建心是唔夠嘅。對，導火嘅福建心是無夠嘅。特別那是無導火嘅福建心呢，就加了都無去，無插入就教不好，都無去啊。That's why 我是講人大嘅邊個福建大嘅人曉，是已經會曉講福建話嘅人。特別有你外口是有別嘅社團是假如要靠一代人，假如這一人是安怎啊，幫好。別人去教人，你拍學先。你幫學別人去教，真正應嘅就是你教你家己講福建話就要。แล้วก็這人嘅問題就是伊人想講語言是 zero sum game。你學一個，別個你都背起，你頭腦有三個呢。你一個用喜馬拉雅文，一個用英文，另外一個就是你愛講要講華語，還是要講福建話。其實咱頭腦唔是三個呢。你去每美國人樣細漢個大漢講一個語言嘅。安尼很大漢，去過咱外語嘅馬來西亞人講，本身就款大漢。我講袂好個，袂好食美國人。是啊，所以這人不正，冇人識，你人細漢較大漢，這個語言。對啊，所以咱在講，Europe 人個冇食話，Europe 人地少就攞晒嚟啊。咱已經會曉講幾哪類語言啦，已經咱嘅頭腦時候是細漢嘅時期，已經是會關係講安尼款嘅語言。咱免驚講，哦，伊若是可以教學一個話，你講福建話咧，無得着講是伊嘅英文無好，無得着講是伊嘅唐人無好去。你去 continue 接去甲講，工是特別做，特別伊毋是 zero sum game 咧，毋是講一類頭腦裡面一個用腦別個語言都袂接安尼款嘅。會答話 zero sum game 咧，就是兩個人，你贏，我運動是輸嘅無意思。對，特別。就是講，你頭腦裡面呀，唔是有一個呢。你一下面，你經下面語言接去下邊，別個語言就袂使接誒，免呢，你會使搭個語言冇一個嘅。咱頭腦是真正好料。困了我快。那 OK， 咱就要收單啦。感謝，等下我要學講，我要學安達嘛，我問你會可能，你一個比賽是幾時？9個啊？去加林波。一個比賽。8月23號。哦，你有睇看哦？有人睇看，福建話本啊？唔知啦，唔是福建話，伊是華語嘅。華語。哦 ，OK。你福建話咧？福建話比賽，不到。福建話比賽。過啦，就等明年啊。過啊，特別嗬，明年若是有舉辦中澳嘅嗬，我高仔會參加。哦，你明年去中澳了，對。對。啊。你明年去下面學等時，你知喎？你唔知個啦？唔知，特別嗬，馬路第理想嘅嗬，就是中嶺中澳。壯嶺唔是中嶺，是讀壯嶺。誒玩嘅處咯。安哥本是壯嶺學生，安哥本是講。哇！路人學弟啊，我這裡是小學弟啊，是學孫。
感謝你來我哋節目嚇，人豆爸，我哋希望你上大媽，個你講嘅款，你大漢嘅時對你家己有即個有福建話嘅心，會接落去傳落去，保掉即個心，這是一個特別嘅即個你有即個福建話嘅心是真係要緊嘅。白刀有機會，你佢就起嚟講話啦，咁你慢慢白講過檔嚇。個當超更要做咧 souvenir 嘅物件喲 souvenir 嘅物件。喲，你個就起來個，往這個節目咧是特別嚟禮拜一半有攤聽嘅，往做18年啊就，所以往過繼續做嘢，所以你白刀你個大漢呀，你就接手。你平時關心你愛聽幾個數咧，你使接嚟講幾個數啊？往聽啊？幾個數啊？你有講幾個數講哦？有特別嗬，一半是恐怖，一半是好笑嘅。會使。OK， 感謝恩達爸感謝希望你打比賽每日探頭一名是第幾名叫人探頭冇得。แล้วก็感謝即係恩達爸嘛即係一教教伊學過嚟又講學緊話嘅款，然後我是對我人嘅即係老一派啦，我咧是看一較放心淡薄，未講對去往出去個考試個聽又學緊話個咁我到嚟下個 Clubhouse 感謝大家你禮拜咱嚟就要去收聽邊個學緊嘅節目上嘅節目嚇感謝禮拜再見，大家拜拜。拜拜。會使問下。就是嗬，阿你 Clubhouse 啊，是蝦米名啊？哦 ，Clubhouse 安怎講啊 ？Clubhouse 是一個 app 是一個講話 app。你隻蝦米叫做 Facebook 喎？哦，唔是，我要知是你人 Clubhouse 嘅一個 title，你人嘅名啊，我要去找，但係我找無落嘅。你找學健就啦，你拍學健咧，你我頭晚已經去 search 啦，特別嗰時 search。你使去邊個學健 .com 嘅 website 網頁。send 嚟 link 可以。是邊個學健 .com/clubhouse。你都對去掉，等我去 try 下呀。有一個星星嘅。阿媽講嘢，有黑就會買。Clubhouse 了，แล้ว你下邊你對晒去 join 了。我只老早往特只有開班嘅，你知哦。往第要緊是往特禮拜一個拜四有開班咯，講就隻物件誒。你使起來甲往新版本嘅，白就隻朋友誒，往有隻是多啲外國誒。嗰時有事咪講話呢字啦，哇 ！OK， 感謝。OK， 感謝你，那個感謝你主辦人咯，感謝你做你可以靠機會有新一代，夠有機會。明年揾個你拍廣告對，感謝各位聽友這樣收聽，咱過來收過一道誒，感謝恩道吧，拜拜，拜拜，感謝，拜拜。嗰度啲 Clubhouse 唔是，嗰啲 YouTube 嘅人啊，頂次禮拜冇看到 episode 就最容易訂，然後這邊嘅位咧是訂看訂聽訂，伊看就一句嘅時候佢訂入證，因為通知你現場錄音咪是有是有新 episode 是通知你，感謝大家，拜拜。